做得更好，过得更好。亲爱的乡亲朋友，大家好，我是婉婉哦，欢迎你收看《台南向前行》。台南向前行这个节目呢，是由咱台南市政府制作，最主要目的是要让咱的乡亲朋友大家对着咱台南市政府各局处的业务做一个了解，同时嘛要来甲咱的乡亲朋友来报告咱台南市政府上新的资讯甲活动，欢迎收看。今天咱要讲的主题是老旧校舍的这个改建哦。这么一开始，咱先来听看市长要甲咱讲什么。在0206地震之后，市民朋友们高度关注校舍结构安全议题。台南市政府积极向中央教育部来争取公立国中小校舍耐震能力的改善计划，总共获核定30个学校、45栋校舍来办理改善，经费高达20亿元。总计获得核定的学校数、还有建筑物数字、还有经费的补助，都是全国之冠。希望透过校舍重建，为下一代打造安全及永续的校园。在2016年哈，咱02、06哈，这凌晨的这大地震呢，引起咱台南地区哈一个足大的这个就是讲有的人因为这个地震吼来丧失掉这个生命，嘛有的人因为这地震家己的厝就因为倒塌无厝啊。那么伫这个中呢，咱市政府教育局一部分咱政府呢嘛注重讲学校这个校舍是毋是伫这个时阵爱开始好好啊去甲伊检验啦因为如果若是讲以后阁有这地震恐惊讲有一寡安全的这疑虑，那么咱教育单位呢，伫这当中伫咱的这小事内底做大的这个检验做一个总体的这个检验。那么伫这当中咱陆陆续续看到学校伫这当中呢，咱甲这个学校的校舍的这个结构重新再一次做一个这个整修，或者是讲修复啦还是讲因为这个检验这个当中发现讲有一寡校舍可能有一寡安全的这个疑虑所以呢拢陆续去甲伊做整修以外，那么咱伫这当中可能咱的民众你经过学校，或者是讲你有囡仔去学校读册时阵，你带囡仔去学校，你会发现讲一寡这个校舍都变漂亮了那么除了变比较漂亮以外，咱嘛更较重视的就是伊这个安全结构啦那么伫这个部分，咱今仔日邀请到3位贵宾来甲咱好好要来探讨这个议题那么第一位这是咱教育局永续发展科科长简文达科长，科长你好。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好。是，另外一位是咱仁德区仁和国小校长郭国成校长，校长你好。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是，另外各有一位是专家啦建筑师咱杨许照建筑师。主持人还有各位观众大家好。是，那么讲到这校舍这整修咱教育单位当然很这个。就是讲，伫这当中这几档咱做足大的这个结构的这个检验啦那么伫这当中呢，咱做的这个结构安全的这个结构问题咱对着学校伫这个校舍有安全疑虑的这个部分，是毋是请咱科长甲咱做一个说明其实，在02、06地震之后啊，那隔天我就那时候在承办这个案子嘛，那就会看到许多学校都有通报校舍有危险有皲裂啊。那这种危险到底是一般的修补就好了，还是结构有安全？这个地方是无从考察而起。那现在我们在106到108年的时候，也感谢教育部国民级学院教育所有成立一个老旧校舍的改善专案了。那这个就会面临到说，这些校舍到底是皲裂的裂痕大比较危险呢，还是它的钢筋裸露的比较多比较危险呢？这需要科学化的方式来在处理那我们这边就会用叫耐震详细评估耐震初级评估跟详细评估两种。那你初评的时候呢，如果初评的指数结果是 IS 值，它是小于80的，我们就会进一步把这些 IS 值低于80的校舍做详细的评估。那详细的评估就是用结构技师这种专家来帮我们去做整体的钻孔来看它结构有没有问题。那钻孔结果它就会有建议的结果，有的是建议结构补强，有的会是建议拆除重建。那这个报告书里面也会同时会显示出来说它的中性化跟氯离子。讲白话一点就是它是不是海砂污啦？如果它中性化的状况越严重的话，那它里面的
弄呼气啊，结构有问题，那我们就会有一些详评完就会有 CDR 的指数跟建议结果，我们就会依它的 CDR 指数越低是越危险嘛，那所以我们针对这 CDR 指数越低的学校呢，我们就依序去做耐震的拆除重建，或者是依它的建议结果做结构的补强这样子。那么好的提供听说那个时候咱检验出来的那个案件很多啦哈，这案件遮多吼，咱总是经费嘛是有限啊哈，经费有限，咱要安怎去挑选说，哪一个校舍它需要重建呐哈，这个标准咱是安怎去？对，然后还有我们这个过程啊，总一根细单啊嘛哈，我们总是会有一些成果出来。但是讲哈，咱的一寡民众啊，你有当时里边好很啊，是讲你经过的时候，我们稍微看到，这个学校哈变漂亮了哈。那当然了，这个安全是更重要啦哈，除了漂亮以外，安全更重要哈。那么在这当中哈，我们的一些过程是不是跟咱的听民众哈来分享一下？好，针对这个。它是补强还是做拆除重建呢？它就刚好谈到说，它会有一个详细评估的报告，会有一个建议结果。那这建议结果我们基本上都依建议结果这边来去做处理校舍。我们相信专业啦，不要让我们行政凌驾于专业。那这样就会面临到经费的不足嘛。那刚刚也谈到说，国教署有这个耐震补强跟拆除重建的专案。那这个经费呢，我们台南市是。在106年到108年的专案，我们是争取全国最多的县市。我们光补强经费啊，补强我们在106到108年，我们就争取了101校、161栋，总共9亿多的经费来做结构的补强。那拆除重建的部分，我们是争取到了30校、45栋，总共21亿元的经费来做拆除重建。那这些因为案件量也多嘛，为什么案件量会多？因为我们台南市的学校校数多，校数比较多，那也有一些校舍有一些老悲少的情形。就一开始在国民教育刚兴起的时候，可能平楼就够了，那接下来它因为人口增加，它又往上搭，有时候又有改变了哈，有时候这个学区好像突然间人多了起来，就是迁入人口多，我们就会去加盖。加盖东校舍状况非常不好，以台南市这样来说，所以我们校数跟争取的那个经费都是全国最多，当然我们台南市政府教育局在执行的努力啦，然后我们执行的效率也是全国最好，这个也是拍手，自我吹嘘一下啊，对啊。那我们成果的部分，因为106年到108年的也是在去年跟今年陆续完工啦，那所以在工程的奖项的话，目前那个工程会还在评选啦，但是它针对它的规划跟设计呢，它是已经有评选出来，在去年我们有参赛，今天我们邀请来的杨建筑师也是我们国家卓越建设奖规划设计奖的得主啦，对，金质奖得主，等一下可以让建筑师来分享一些。是，那么哈，咱当然啊，伫迄个学校的案件内底哈，有很多学校都有改建呐，哈，都有这个去修护啦哈。但是咱无法度讲，每一个学校都把他请来这边呢，跟我们民众来分享。所以我们今天请了一个代表人物，就是咱仁和国小的校长。那么刚刚我们哈，他都话咱要这波进行的进程，我有跟咱校长稍微谈一下哈。校长，你讲你伫这个学校落当嘛哈？那么我知影讲，就是在02、06的之前，你就这个仁和国小啊，好，所以哈，这个整个改建的过程你完全参与嘛，哈啊，在这当中哈，我知影讲，仁和国小它在108年也有一个案子，就是讲咱改造校舍的这个部分哈。那么在咱这部分是不是哈？校长也跟我们分享一下哈，跟咱的乡亲啊哈，还是我们的家长啊，分享一下这个过程好不好？其实伫迄个整个改建的过程，咱知影咱学校存在的目的就是为着教育嘛，所以伫咱的整个设计的过程当中，咱来思考讲，啥物是对囡仔上好的，要安怎去一间吼，迄个是符合教育理念的一个完美的校舍。当然咱也是讲，咱的景观，咱是讲要做一个迄个景观的改造，可能咱也是造就一个迄个
亮点，或是说打卡的热点，可是对于学校的校舍，教育真正有帮助吗？这是值得商榷的啦。对，所以你经过咱的迄个规划设计的过程当中，阮的主要的目的也是希望讲阮的校舍会当交教育来这边做一个结合，互咱的囡仔使用到，又另外又符合咱的迄个学校的发展的特色，尤其像近教育的趋势，个阮9年一贯，不是9年一贯，就是新课纲的实施，好拢注重迄个校定课程，还是特色课程，所以逐间校拢因地制宜，因就设计出因不同的一个迄个课程，对这个课程当中，做来配合咱校舍嘛是，我拢希望讲学校的建筑，包括校舍，包括伊的景观，拢是咱的教材的一部分，囡仔会伫学习的当中，会当融入咱的环境当中，这是对于囡仔来讲是一个上好的一个学习的环境，所以因此呢在迄个2020有这个地震了后，有这个需求了后，其实嘛都感谢咱的教育局者咱的事务长官，这个机会好会当做一个全盘的考量，希望能够打造一个真的符合我们学生学习的一个场所这样子。教育局帮你争取经费，你们去执行啊。对。那么在这当中，家长他们有去参与意见吗？有啊，这个部分就是讲，因为我感觉是讲咱校嘛是对于嘛是社区的一部分嘛，所以其实咱校做的活动交社区拢是迄个结合在一起的，所以阮伫迄个规划设计当初，阮有先交咱的学生嘛是老师啊，咱家长啊，个咱的社区拢是咱咨询的对象，这是初步阮的想一个需求计划书就安尼做。第二个部分就是讲，阮遴选建筑师了后，阮会伫迄个规划设计的初期，阮有一个迄个建筑师迄个建筑理念的说明会，阮有邀请咱的来参与，而且嘛，别家建筑师的理念讲互咱的乡亲知，咱乡亲嘛当想讲，因对这个社区的感情要怎融入伫咱的这个校舍当中，有一个共同的达到共同的迄个一个焦点这样子。就是讲假如咱像校长有讲到嘛这咱像咱是社区的一个建筑物嘛那么咱就是假如我想要讲家长刚好参与，就是讲因为囡仔他们家长最关心的就是自己的小孩子嘛。那么咱好就是讲，我们尊重家长因为家长最知道自己的儿女、自己的小孩子他需要的是什么。我也记得我们当然我们的年代，我们读书的时候，已经高兴那是讲会当摇会当票那这样子就很完美了可是我们现在不一样的生活品质，什么都提升啊咱像咱家己厝的大的所在，我们自己盖的房子，我们也是希望有一个很安全以外，还有一个美的那种感觉嘛，迄个人提升咱的生活品质而且咱小朋友在上课的时候，无形中他看到这些建筑物都会影响他们的学习的那个欲望我因为我那天在那操寮来对，我看因读书，我一直读一困，一直读一困。可是看到这么美的这个建筑物的时候，是不是他们的那个学习的那个精神，那个欲望？全部都照来那么就是说，我们就是说学校部分的，除了教学以外，我们还是注重到很多层面那么在这当中我要请教校长讲，这个议题好像一直都有人在提出来了那么我们借着今天的节目，也让民众让家长来了解我们的一些做法来了解一下我们教育，或是说咱好的理念就是说。我记得我们以前读书的时候我想你们应该也差不多了那围墙学校的围墙都很高当然迄阵有迄阵的想法啦。可是我们后来慢慢的这个围墙好像降低了半，就是变成好像没有围墙那么在这部分当然教育局咱学校拢有伊的想法为什么会这么做？一定有伊的理念嘛那么是不是校长你来跟我们谈一下这个理念好不好？其实。这是以前一个很夯的一个教育议题的是围墙结构了。其实很多人都有不同的建议跟看法。其实我感觉
这个问题无一个一定的标准啊，我是感觉因地制宜啊。因为围墙结构大家拢个就是讲，就是像咱主持人头讲的，会当互外口的人看到下校的状况，下校的上课嘛看到咱社区的，就是我头讲的，其实社区甲校是融合一体的，是相辅相成的。所以咱的迄个围墙结构有伊的好处啊，可是最大的疑虑，一个疑虑就是讲囡仔安全的问题。对。围墙降低了，外人要入来就做方便。所以我感觉这是一个因地制宜啦。比如伫市区，因为来去的人足侪，所以可能咱的围墙结构降低了后，交社区也越亲近。对。那其实咱社区内底有足侪人会帮咱看这个下校。对。围墙结构有一个好处就是讲，外口的人嘛看得到下校。如果有什么异状，搞不好外口的人比咱较紧知。对。他们马上就去通报了。对，这一个互补的作用。不过也是讲，我知咱足侪增开校，伊是伫迄个村庄外面，边啊拢是迄个可能草田啊，啥物也是讲挂迄个路。所以这个部分我感觉，围墙结构要降低伊的关度，可能一个思考方面，因为人无遐济，囡仔安全就变一个疑虑，也是讲囡仔拄啊，我要走出去，这嘛拢有可能哦。所以在这个围墙结构是讲降低这个问题，我感觉因地制宜啦，就是讲要安怎取一个两全其美的方式，我感觉还是要尊重每个学校伊的不同的特色，也讲伊的迄整个地理环境的位置，所以也不是全部啦。对，所以也就是看这一个学校它的状况来定啦哈。那就是讲吼，咱这个重新建造啊，是讲吼这些整修的过程当中，可能有几寡取舍，比如讲吼，有的可能你可能需要破坏之后才会更美好啦哈。那么这些当中当然啦，咱在取舍这当中，可能爱做一寡家己爱去考量啦哈。那么伫这个部分吼，我知影讲，我们这个仁和国小哈，因伫这个做法内底有家己的想法，是不是嘛？请咱校长甲咱的这个乡亲朋友来做一个分享，好不好？其实咱讲有建设就有破坏啦，不过咱主要目的也是讲打造一个适合咱学生学习的环境。第二个，学校是都这东西好幼教咱社区共同的珍贵的一个成长的记忆的。其实，在破坏在校舍改建的当中，这东西咱来熟课的部分，像阮下的部分，我们可以把一些真的没有办法拆除的部分，我们可以利用一个建物还是景观的再造，或是补强，或是说一个这个部分来做处理。那另外讲真正无法度啊，有一个方式是讲，咱时间会当许可，咱配合咱的活动校庆啊，有一个校友回娘家啊，是讲咱的老建筑的一个感恩会啊，还是咱出一个特刊，用咱的影像啊，搞播给食物，还是咱的影片，来把它成为一个校史，还是咱的迄个教材的一部分，让它永远的在我们的学校教育当中，会当迄个刷位的部分，还是用植栽部分的部分，咱会当用另外的方式刷一个位，也是讲咱的建筑在设计的时候，迄个空间的变换，把这个部分融入在咱的迄个建筑物的整个一个图腾意象里面，可以做一个永久的保存。所以一定有这个方面啊。不过这个部分嘛是以咱以教育的目的来去看看需不需要一些真的过时的或是怎样，那就用迄个一些的影像的部分来做保存。这个国小它的年资多久？我今年多60周年，所以你若想看买60周年，你若讲伊6岁开始读册话，即马有的人已经阿公阿嬷嘛那么伫这个当中，当然啦，因过去伫仁和国小读册，甲即马囡仔伫仁和国小读册的时阵，那个校舍完全都不一样所以伫这个过程当中，那个校舍一直在演进，一直在演进那么对着老大人还是说年长的人一个等下个好好讲我们的学校以前这里是什么现在变成是什么那么咱伫好好的这个当中可能。要拆除之前，已经把它做了一个完整的一个记录等于讲，他们回来的时候还可以看到以前我在读册的时候对，我就是这一家，我就是在这里，然后让他们能够回味可是他们也知道说，我们学校是日新月异等于讲一直
跟着这个时代的潮流在走，然后我们一直希望说给下一代给小朋友哈，因为我觉得学习很好的空间，所以我们一直在做应该说也是改良啊哈，好囡仔哈，在这个环境内底哈，他们在这里学习成长茁壮哦。那么就是讲继续我要讲的，哈拄啊这是去讨钱的，这是执行的，那么这执行的这个当中哈，需要有一个很灵魂人物的，就讲他们的执行好不好？哈，就是建筑师嘛哈，那个建筑师，那个仁和国小是咱杨建筑师的作品嘛，好，那我杨建筑师的作品哈，我们要跟我们的这个观众哈的一共嘎都啊，咱科长有讲嘛哈，他的作品得奖嘛哈，对，所以我们在这个选择建筑师的时候，我们也是选择最优秀的哈，这个可以做出最好作品的这个建筑师嘛哈。那么咱这个建筑师伫这个学校的这个设计啊，校舍的这些设计，一定有你家己的这个理念，让人家在评断的时候啊，觉得说，你的理念很好，把你的这个设计哈评为最高的这个分数哈。那么是不是跟咱分享一下哈，这些作品来对你当初这个想法啊，跟咱的这个乡亲朋友来分享一下好不好？好，谢谢主持人哈。那其实刚刚主持人提到的这个问题哈，其实每一个学校啊，设计每一个学校都有一个他自己的挑战了，并不能够把这个学校的作品丢到另外一个学校去，因为每个学校它就好像我们女孩子，不好意思，我插个嘴，就好像我们女孩子喜欢流行，那流行你也要追对流行，不能说把不适合的这个打扮放在我们身上。对对对，不能把每一个学校都套在同一个模式，因为每一个学校的那种因地制宜的方式，还有他自己还是要量身打造。对对对，一定都不一样。所以我们设计过的，不管是学校或是外面的建设公司的案子的建筑物，我们每个案子的不管什么样，它的表情都不会一样，它的内涵也都不太一样。那以仁和国小这个例子好了，因为它本身是在二空眷村那个地方嘛，所以它有一些眷村文化的保留是需要值得去注意的。哦，对对对。我们那时候就有特别去留意这样的把它特色找出来。对对对，一定要有它的特色嘛，不要因为这个东西是在 A 才合适，你又把它丢到 B 来，这样不合适。所以我们在规划设计的时候都有这个考量。那当初也承蒙那些评审的青睐嘛，那我们有荣幸来设计一些0206的这些校舍。所以刚刚主持人讲，我是觉得每一个学校都有它自己的特色。那其实仁和国小它主要特色就是二空眷村文化的一个特色。我们当初是用这样的一个理念来做规划设计，那也希望能够带给我们这边的小朋友有一些更活泼的一个方式。我感觉哦，建筑师哈，我一点嘛谦虚啊哈。你要不要跟我们分享你得奖的作品？什么名称？哦，我们那个麻豆国小也是啊。麻豆国小啊，对对对。那个是几年的时候？麻豆国小也是0206，也是0206之后发生，对，然后做的一个作品。是。那以前那个后港。国小也是也是台南市的，也是台南市的，那些也是台南市的。那么我怎样哈？从现在是21世纪，从20世纪，咱有一个名字叫做绿建筑。我知道台南市哈有一寡哈，这大楼因伫迄个时阵就开始有一个绿建筑的这种哈建筑物出来了哈。现在好像说学校嘛有这个。追这个绿建筑的这种理念的这种想法啦哈，那么在学校的部分，咱学校的校舍被绿建筑，它的标准是什么？是不是请设计师跟我们来？好，谢谢主持人。其实绿建筑这个部分，刚好我的研究所的论文就是绿建筑的所以这是专长哎。对，因为我从事绿建筑这方面的东西很久了。那以前从我们的研究室开始，因为国内的绿建筑专章的这个技术规则的部分也是我们研究室定出来的嘛。那我们刚开始在研究这些东西的时候，当然遇到很多阻碍嘛，因为你要建立一个新的法规出来，会有很多需要去追求的部分，跟去实际上建立起来的一些资讯嘛。那后来完成之后。一直十几20年来一直累进到现在的这个程度。那现在有9大指标嘛，绿建有9大指标。那
在公有建筑物方面，它需要先有一个绿建筑的候选证书，那完成之后再拿标章嘛，会有这样的一个部分。那9大指标的部分当然是演进过来。那现在绿建筑的主要的目的会变得比较积极正向啊，就是用所谓的 EEWH， 就是生态，节能减碳，减废，还有健康，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做处理。那这4个大主题下面有9个指标来做处理。那台南市更积极了，因为台南市自己本身有一个低碳城市自治条例，它有规定公有建筑物都要拿到银级的绿建筑标章，那其他的县市只是要合格级就好。那我们台南市比较积极一点，所以我们台南市的这个绿建筑的部分做的还蛮落实的。是，对，就是讲哈，话拄啊开始有讲啊，我讲以前咱读册的时阵可以遮风避雨就好了嘛哈，现在又要考量到说它的景观漂不漂亮，然后现在还要考量到说生态的问题，所以哈那个真的是哈每天哈日新月异呢哈，我们真的是每天都在追求进步啦哈。那我今日真感谢哈，咱3位来甲咱这个节目当中吼，甲咱的乡亲朋友来报告哈，咱的这个老师旧校舍的一寡改建的过程啦哈。那么最后咱是不是哈，请3位哈，甲咱做一个结语啦哈。第一，科长先。未来啦，我们109年到111年呢，我们还有另外下一期的老旧校舍拆除重建啦。那目前我们预计可能会有10校16栋的校舍来做执行，那大家拭目以待。谢谢。是校长。感谢我在遮说一感谢咱的市政府交咱的建筑师啊，互阮迄个任何各式的学生啊，有一个足好的环境，另外嘛提供咱社区哦一个足好的迄个不管运动也是迄个会议的地点，然后因为阮校舍迄个包括2空眷村的意向，搁咱的迄个整个迄个咱机场附近的飞翔的那种意象都有融合在里面，搁有把它重新弄一个很好视野的天际线啦吼，真正再次感谢咱的市政府吼，那为咱教育局交咱建筑师，嘛欢迎咱所有的乡亲有闲来阮仁国小坐，过来看阮0206这栋的建筑物已经完成在使用了，阮的一个亮点啦吼，那欢迎大家。校长，我再插问一下哈，我们附近那个民众因的反应是什么？因为阮拄好进2空眷村拢拆除啊，阮包括伊像因来看拢足水，第二看迄个校园继续开阔，有寡迄个较危险的地点，阮拢甲消除掉了，足侪囡仔，所以阮的囡仔嘛有陆续的增加来看，感觉讲伊讲离咱迄个临近咱东区的学校，这是一个对囡仔有点偏大。对，可是又是一个很好的学习环境，为足空旷，囡仔会当在草地上咧走来走去，伊感觉对囡仔的学习啊，因的健康拢足好的安尼，迄落陆续来运动的人嘛愈来愈侪安尼。所以那个校长吼，真正是有拍拼啊，拍拼的这个结果吼，咱的民众是看得到的啦。大概。我们建筑师恩迪一下。好，谢谢。那也非常谢谢学校有这么好的一个评语啦哈。那其实我们对整个仁爱国小的这个部分，我是觉得它整个一个塑造起来整个学校的一个校园的意象非常好。那刚刚主持人问到那个所谓的绿建筑这个部分，我也希望，因为这个已经行之有年了嘛，对，那也希望说绿建筑这个部分能够继续的推广啦，因为这个部分毕竟对整个地球是有好处的嘛，不管是用什么样的一个手法，除了可以达到地球环保之外，也可以让整个环境变得更优良。那这个部分当然希望能够继续去推广下去。也谢谢学校的这个赞扬，这样谢谢。对，付出的努力得到应该有的这个报酬啦哈，应该有的这种肯定啦哈。那么哈，咱东西用讲一句话，讲儿童是未来的主人翁哈。那么一是未来的主人翁，当然我们要从小就好好的呵护他们哈，好好给他们一个学习的环境哦。那么你也想办法，囡仔吼，伫校园内底爱偌久的时间，从大概6岁嘛哈，1年级的时候大概是6足岁，
读小学就要读6年呢哈，啊读国中再上去高中，所以他们有很长的时间哈，可能比你厝的时间更加长哈，所以呢，咱把这个环境就是打造好哈，给他们这么一个舒适的房间，让他们在读书的时候哈，大概除了安全以外哈然后心情也会愉悦了哈。那么就是咱教育局咱校长咱建筑师大家这个拍拼的一个结果努力的成果。谢谢我们3位来宾，谢谢阿妈，感谢咱乡亲朋友你的收看，谢谢。